主厨好时刻，阿龙哥，哎，我教大家做么快菜料理。今日要做的是高帽子韭菜馅饼，韭菜馅饼就韭菜馅饼，这么高帽子嘛？不能係高帽子哦，做嘅韭菜馅，狗毛誒，來冇馬音哦，狗毛誒，你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其實啊，韭菜馅餅啊，大家當好食，然後到先頭啦，也係點心嘅時間，然後慢慢做，哦，其實當簡單，我今日教你慢慢做啊。首先啊，用嘅中筋麵粉，麵粉，哎，麵粉，中筋麵粉啊，麵粉用燒水。熱水燙麵熱麵，哎，熱水燙麵，人家水啊有兩種，一種係冷水，一種係滾水。啊，冇講燒水做乜呀？做餡餅，做蔥油餅，蔥油餅啦，也係蝦餃啦，熱水燙麵，係冷水燙麵啦，是做麵條啦，做嗰種嘅餛飩皮啊，也係嗰種嘅燒麥皮，甚至用冷水。哦，要增加它的筋度了。冷水燙麵的比較 Q， 有冇？熱水燙麵比較 Q， 哎，冷水燙麵比較趕得開，還是怎樣？比較趕得開，咋個類是它不會影響到筋度。哦，你講包嗰種嘅水餃，水餃皮只用冷水，用冷水做的，麵條沒用用，麵條純粹用冷水做的。哦，咁樣熱水燙麵啊。你啊，首先你請。麵粉水哦，哦，有比例哦，有一定有比例，我拿做出冇比例。然後73好了73 cc， 那3很重要哦。我們是很標準的哦，厲害。哎，你啊，先拿快水來切一下，切油哈。其實我哋快脆哈，對我們男生是最好的。有沒有滋陰我不知道，補陽倒是有啊。它俗稱叫起陽草啊。好，來切油哈。哦，加油。哎，等下也好爆啊。其實你要出菜啊，咪做咩講菜咧吼？做點心啊，你點心吼，按做得啦，來去倒做得哦。做起來做嘛呢？來冷凍起來，啊，水洗要煎的時間啦，水洗要雪的時間啊。未做得哦，所以冷凍啊，唔好早，唔好啱嘅。唔係，我等下會教你們對儲存。佢說一般都做下豆的哈。嘿，可是咧快脆哦，當地鬧，你啊，用個變相啊，貴變相進前係個快脆面。哦，不用檸檬也好嘛。冇好啦，冇好，咁一定要去用嗰種塑膠袋啊，嚟去包起來。嘿，好，嚟去切好來，好，你啊水滾咧，and 來先做涼件事情好，好，呀，凍粉未？用滾水泡呀？來浸一下。浸過嘛哈？來多下夾。唔是啊，一啲嚟就得，差一啲嚟。對。好。得嘞，好，再過來哈，你一下千塊來滾鹹，哇，燒水，可以倒落去啊，係，燒水放落去哦，一倒哈，沒分次，可以倒。冇，要用熱水燙麵。你麵粉一倒一沖誒，你要200冷水200克麵粉，哎73 cc 燒水添，73 cc 冷水，哎，嘟好，再過來，哎，讓俺那都有鹽，倒掉落去，好，你來切嘅哈，兩年，好。要保鮮膜來捲起來，再過來，啊，你來靜置，我發一句誒，1個小時，這個就會蓬起來嘛。好，你是1點鐘誒，哦，再過來，你下，麻煩你再用剪刀啊來去剪一下，係，來剪油哦，我剪油啊，哦。
刚刚磨成粉了呢。差不多咯，未做咩調油。哦，好。我哋啊辣椒啦，咁樣嘅蒜頭啊，嚟切油椒。好，咁做得咧。然後讓個水逼佢，好，逼落去。大哥，你啊煮高油，放落去，然後你啊煮高油，香油，一啲米酒。鹽、米酒鹽、五香粉一啲啦。哦，五香粉，按摩哦，啊，那個摔成出筋哦，然後就出來。而且饼都呢很平滑呢，嘛。基本鹽強下，哦，比較有粘性，然後讓空氣把它打出來。哦吼，好，你啊，安時就得咧。好，你下摘過來，安快菜，那個掉落去。掉落去。係。哦，快菜要按度哦。越多越好啊，其實快菜凍冇水啊。你一包水餃啊，未當浸。暖拍，咁拍出來。凍粉。哦，凍粉落去。也是做生意嘅，嗰種嘅配方。哦，真嘅啊？係啊。哎呦，啲路啊哈，送去台差哈，一公也賣。要雪蘭麼？要哈。要。嚟，讓佢用啲拍胡椒粉落去。好。加掉，因為凍粉哦，因為以為是阿給啊。哎，保起嚟冇偏向這邊下嘅啊。咁負責本拿冇？唔難，要表啊。到底冇髒啦。你這沒東西。哎，應該是好食啊，得。拍乾淨其實省，對咧，拍負責有分。好，你啊，按時就得咯。好，好，過來。個包圍嘛。哎。呀，都做10隻。你看正常的比例係200個麵粉嘛，73 cc 小水，73 cc 冷水，所以做10隻，做乘以2， 20隻，不是啊，400公克的哦，我們的粉，哦，400公克的中筋麵粉，對73 cc 冷水，錯73 cc 熱水，125的水，哦，這是2倍，對，哦，這是2倍啊，哦。派誰啊？這做10隻啊！5等份，等一下，不要這麼猴急啊！不娘，你就得用啲的麵粉，麵粉，哦，飲唔得講係嘛？你用黑米下其實會來咧。哦，來麵粉。其實你要按到手粉啊，唔會按鹽，好，從你啊，一啲就做得啦，你做唔得調多。鹽蛋糕啊，對，我哋煸麵粉出來啊，簡單啊。好，從你啊，好。我先做加給問他，從你啊。我好爆豆豆啊，好，兄弟啊，我哋下爛啲啲的，收口，旋轉的嘛，哎，這韌性夠，不用擔心。
馅饼要变变，哦，这样来，天必变啊！哪一线？啊，哪一线？苗栗县。苗栗线。重量呢？嗯。把压扁。嗯。差不多呢哦。压扁。我变长了哦。哎，这一个也放进去。哎，放个纸，哎，哦。好，再把它压一下，按手的嘞。变转是空呀，我哎变转就冇空呀。好，两边呢，我来变面一下。而家10個女啊，火種要調慢，有沒有？哦哟，這樣哦。不過你請你剪，你師傅剪嘅動畫嘅豬肉不錯啊。不會啊，你不是吃5分熟？對啊，那豬肉呢？啊，5分熟牛肉馅餅哈。哇，你看，講哦。哇塞！哦，快脆冬粉豬絞肉，蒜頭辣椒誒，佢埋米酒、鹽、五香粉。哎，好，那你員工餐都會好的。哦，一會啊，喂。要簡單嗎？簡單呢，我感覺唔不過我保羅卡唔講呢，要練啊，要練，我相信係練嘅噃。人家都講呀。對。就這。哇！嗰間冇背，趙先都買啊，馅餅，一家看那天氣啊，高也慢走。好嘞，哎，來，高帽子韭菜馅餅嘛，嘿，高帽子韭菜馅餅，挺好吃咯。其實韭菜啊，按影響下媽媽最近種當多啊，媽媽最近用炒誒，炒豬肉點啊，韓國呢用煎卵，用一些同樣東奇怪啊，是兩擺啊，設計用麵粉，然後用熱水燙麵的方式啦，將用做個用韭菜盒子，做馅餅，然後用到豬絞肉啊，用北方的做法，北方人最近是麵點它豆啊，山西客家菜是豆咧，用韭菜啊。然後都有冬粉攪啊，然後都有豬絞肉，用爆落去啊，來做馅餅啊。要是用煎的，也係心體啦，變到冷凍啊，變到冷凍。隨時而食，咪做咧加掉水，用煎水煎包，凍姜又方便又好食，大家試做看看哦。高帽子韭菜馅餅，快菜、蒜頭、辣椒的切幼幼的，冬粉浸少水以後煎開來瀝灶準備。中筋麵粉200克，加73克的燒水，還有73克的冷水，還有些的鹽，切做麵團，準備發1點鐘。填豬絞肉、蒜頭、辣椒的香油、米酒、鹽、五香粉，攪完以後揼出筋，再加快菜、冬粉亂拍，拍胡椒粉做成料的。沙丁填麵團切對短短，蘸平以後爆料的，蘿蔔煎到上色，安尼好食的料理就做好咧。